交通部观光署顶礼拜宣布，明年过年进前呢，要恢复旅游业组团去中国。交通部也表示，本地是希望中国也会当对顶开放，却担无中国回应。考虑到台湾业者决定台湾先开放，解除去中国禁令。目前已经有业者伫咧卖行程咯，这个工4暝爱2万个。台北国际旅店最后一天现场尾气真收入，尤其顶礼拜五接宣布解除禁令的中国团，现场真侪人伫问，已经有业者推出相关的行程。明年3月到北京赏花、游长城这4大文化遗产，5天4暝团费定价2万5。业者讲，疫情了后机会少，机票继续起，加上中国当地物价也起价，成本开始较悬。针对有直飞的航班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。那以疫情前19年到现在的话，大概包装商品的程度，成本大概会上涨到1到2成左右。各大旅行社拢推出中国行程，报名的人真多。只是虽然观光署公告，明年3月起恢复旅行业，会使组团到中国，让接待中国团客。不过中国方面并无讲陆客什么时阵会使来。交通部强调，其实咱通一直有这方面的善意，不过担无中国回应。考虑咱国旅行业者对着出团的准备，至少要3个月的时间，所以决定先来开放。以这个平等互惠的这个原则，希望两边同时开放，但是他没有回应。那过去虽然我们这样的主张，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旅行业很多做大陆团，他们有这个营运，还有包括员工生计的课题啊。原来即阵两花敢若村10个航点有定期航班，13个航点是包机，运量无到疫情进前的一半。交通部讲，随到中国旅行团解除禁令，若包机航点运量稳定，业者就来申请定期航班。就无到有过多一条航线先恢复，已经请航空业者随时来检视。记者自综合报道。